也特别远喽。看不到了，往前面走点。又走远了，往前面走。
啊，用的完还不够。还不够啊。哎，那我用的是你其中的。你用的很少的，你那儿一个几十个 G。我可能用的有点少，最多几十个 G。我一个片一个视频都100多个 G。那我用了好多，你看到没？看不到。估计也就我几十个 G，用不到啥子吧？我用不到。上回你说是买保多久呢？明年。买到明年吧。我记得你觉得是你说的。那个是买3年嘛2年，搞完。买的是几年？这用不到了吧？啊？用不到了。用不到了。有用不到那个了。你出国了不需要那些，国外不需要那个。以后用不到了。那你这个现在这个用到几月份？少的还没看。我主要是想万一要是回了，我在这儿咋弄？流量大。整大锅装。我靠，又有问题。2小2斤，我每次都要咔咔咔咔的。电量低又是什么情况？又是电量低。这个运动相机不行，这电池有问题。他妈的要看好久。
子了。那个戴着耳环穿个这样子，我第一次看他穿这样子。他穿几天了？这以前看都是穿的。他第一次戴耳环是。今天戴耳环我第一次。坏蛋，他是坏蛋。咋说嘛？像羊驼一样，那个叫那个打野，军事爷啊。小八嘛。他刚才那个架子。那你看网络又有问题，又卡了。又卡了，他可能不晓得噻，天天在一起了吧？又卡了，哎，这咋回事？这个软件有问题，几个软件好像都有问题。你又买了个啥子新的摄像？这运动相机的吧？相机的吧？你上次说你那个卖了吗？啊？你说你坏了吗？以前坏了吗？卖了。买了个新的。就这个。这个高温就是运动相机嘛，你以前有用。对啊。这又买了个。去年买了个卖掉了。卖了你好坏。卖了。这个也可以退，都在退。不可以退。运动相机嘛。太宽了，看嘛，超广角。有点像广角嘛。就超广角。有点像那个新街剧的那个。这个好嘛，广角好些个。人有点小。可以调。固定的。Hello， 有点卡吗？个小圈圈。水嘛，喝水去了，喝了水哦，喝得太急了，呛到了，喝了之后他又呛到了，哼，他在直接就喝了，喝了之后喝太急了要吐。第二个开始啊，第二个。开始跳起走。直接来。
2的。哪来的不来得放？第2个东西的。
奇的地方，什么事情？就那冬天里爱你都要不做的，就那冬天里爱你都要不做的。